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一年一度的字节中秋礼盒又寄来了，今天做一期开箱。第一箱，第二箱。这个第二箱啊，寄过来的时候已经外包装完全都坏掉了，所以直接就是剩下一个箱子了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。愿你能始终拥有热爱，常遇世间美好。一个一个开吧，先开这个月饼，看看什么味道的。芋泥奇亚籽月饼，不得不说，现在月饼的味道是越来越千奇百怪。也是月饼。这个是酒酿桂花月饼。哎呦，还是第三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像杯子。杯子，这个还好。旁边应该也是月饼，看。呀，也是杯子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这儿是月饼，看看什么味道。蜜桃乌龙茶月饼。唉，暂不评价，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。最后一个。这个是最正派的蛋黄白叶龙啊！我是蛋黄的了。来，杯子拿出来。配套的。配套的，赶紧，下一步我来了，迫不及待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就是里面有多少东西了。礼品清单：4个月饼，2个钢杯，运动飞盘，天幕，布鲁克林。让我们要去户外运动，这好像是一个飞盘。是人用的飞盘是吗？肯定不是 Happy 人用的吧？这个，我看到这个飞盘就想到小时候上1年级的时候，我带了家里一个飞盘去学校，结果1天就被老师没收了，再也没有还给我。现在可以出去玩玩这个。下面2个东西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帐篷啊？那是帐篷，帐篷我就不打开了。你看一下那上面。什么东西啊？显然是帐篷。帐篷啊，还有充气沙发了。应该是这个，赶紧看。这个可能是天幕，我也不知道派什么用。哇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沙发呀！你不要打开了，哎呀，不要打开了。充气沙发是吧？对啊。朋友们，看样子这些东西都是鼓励我们出去玩的，让我们出去旅游野营。我感觉这个体积差不多，它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吧？一样的，为什么是一样的？朋友们，刚刚问了一下我的运营，搞清楚了，2箱都寄到了我家，1箱是给我母亲的，等她空了来拿吧。开完了，说实话，现在开箱啊，没有以前那么激动了，可能是之前几年都经历过了。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，我们拍视频一下也好多年了，视频我们会一直拍下去的，直到拍不动的那一天。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记录吧。等老了之后，自己回过头再看看，我们去过哪些地方，经历了多少演出，发生了多少有趣的事情。再一次感谢每一位陪伴着我们的粉丝，一路上默默的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谢谢你们。这张视频就到这，朋友们，再会。